尋晚同事拍心口，話今朝車我返工，報答我尋晚一飯之恩。咁話我一早落樓，等咗10分鐘，同事都未見人。我唔急，我預早咗，同事都預早咗。有5分鐘，同事終於出現，我上咗佢架車，一路使咗10分鐘，又順又快，點知我去車埋老襯得唔得就附近咋，我見時間就夠，梗係話好啦，人情中世故嚟㗎嘛。老襯成功上咗車，但路面開始塞車，我睇下隻錶越嚟越心急如焚，連同事讚盤手都開始出汗。突然一陣暴雨聲，我哋3個你眼望我眼，得唔止我，大家獎金都凍過水啦。